下面呢，我们也想把一首经典的歌曲用藏语版来演唱，是不是，阿弟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接下来这首歌是什么歌？海阔天空。海阔天空真的是一代人的记忆，一代人的情怀。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蛋曲阿弟为大家带来藏语版《海阔天空》。Pour sa pluie ton voir, si tu l'as pour
阿弟。谢谢。8年了啊，再次回到藏歌会的舞台上，是一种别样的感觉。今天为什么会选唱《海阔天空》这首歌？因为，可以说是黄家驹一直激励着我，然后因为他，我开始弹吉他，开始组乐队，然后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精神，像是一个精神领袖一样。对，还有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，之前第一次参加藏歌会的时候，我认识了一个特别好的老师，张炯老师，然后我跟他想合作一些歌曲，有很多计划，但是突然之间我听到了一个噩耗，就是他已经走了，所以很遗憾。然后黄家驹他去世的时候，最后留下的是这首歌曲，然后我想唱这首歌曲献给他，希望他能听得到。对。张炯是我们四川非常有才华的一名音乐人啊，也是参与我们电视台很多节目的录制，为我们非常低调的在弹 keyboard。是。他给你写过歌吗？我唱过他的一个作品《等待彩虹》。今天能给我们唱2句吗？可以。画一道彩虹，在我们邂逅的牧场，那年的悸动，我从没怀疑过。留一道彩虹，在你离开后，我会用笑容祭奠你我曾经的感动。谢谢。今天是以爱之名，我觉得我们无论是走人生路，还是走自己的演艺之路，都要用心充满着爱，不忘这份初心。对，